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今年第一粒风台蝴蝶，今仔日透早8点已经形成。气象署表示，这粒风台其实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。这2日在西部地区也是高温甲湿热的，也毋过即马受到这水汽的影响，东部呢是会开始来落雨，所以请民众都要加加注意啊。未来这个蝴蝶台风，它会逐渐往西北方，也就是朝海南岛附近移动。那虽然会有往东北转向的趋势，但是离台湾都还有一段距离。在北上这段过程，会渐渐的再度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因此整体来说，这个蝴蝶台风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。不过接下来几天要留意，在海面上可能还是会有它带来的一些长浪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拜四开始受到水汽的影响，这天气会加较无稳定。华东地区是大型落雨的，接落来南部甲中部这雨嘛愈落愈粗。未来3天南部甲东南部这雨势落较大，所以民众都要加注意啊。